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2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武汉肺炎的疫情，咱国内虽讲无新的病例，也毋过对台湾登去外国的人，刷小连续拢互验出病毒。之前有日本、泰国、香港、马来西亚，最近佫传出辽国、越南、上海拢有已经有病例。 为怎样伫咱台湾拢无病例，因此离开台湾就互验出病毒。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嘛伫调查。也毋过有一个好消息是，越南这一例，伊是伫越南检疫14天的时，互带做伙的人画到的，感染源毋是伫台湾。越南通报的个案是40岁男性移工，伫台湾期间踮北部工作。 8月初7登去越南，机场采检是阴性，集中检疫。不过当地检疫场所3个人一间，而且最近食饭，另外2个人拢已经确诊。指挥中心伫19号讲，受到越南国际卫生条例参考来批，越南认为这位个案应该是和2位来自美国甲日本登去的民众感染。因若上海通报个案，中国也未回复。到上海来通报。 这位在那边被确诊，那台湾的同住的家人，我们现在开始，对他们相关的一些家人来做一些疫调。那另外一位是，在越南，那因为是3人同住一间，那3人同一间，另外2位在8月12号出现症状，那他自己是在8月15号出现症状。台湾入境辽国的确诊个案是辽国籍30几岁男性，今年2月15来台湾伫北部读书。 8月初10伫台湾刚去开钱采检，结果是阴性。10月出境到韩国单转机，12入境辽国采检，13检验结果是阳性。详细的情况我们还要在厘清中。那在国内，等他出境的时候自费采检是阴性，那到辽国之后，他的一个采检是阳性。 一直到19自台湾出境，伫个国外测出阳性的个案总共8例，包括6个登去日本的女大学生，7个登去泰国的移工，也有8个日本籍工程师。地处指挥中心专家组成小组调一人张上顺怀疑，这个案例敢是真阳性。 有几个我们确实是高度怀疑这个检测到底怎么去判读了哈，也包括日籍女学生，那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嘛哈，那因为她的。PCR 核酸检测 CT 值是非常高的，然后后来抗体又是阴性哈，所以这个在专家小组里面还是高度怀疑那个是不是伪阳性的一个状况了。最近常常出现一寡蓝色的境外疫例确诊，要求疫情指挥中心修订采检规定，将不明原因落塞加高职业暴露风险列入采检条件。 亲像是外送员、专柜人员或者是防疫旅馆的员工，这个高风险职业拢会当采检。 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前 NBA 台下球员林书豪7月底摕到咱台湾的护照啊，正式变台湾人。未来敢会加入台湾队，替咱国家去参加比赛，外界拢真关心。就欢迎咱台湾居住的，是非常欢迎。 内政部长徐国勇笑甲真欢喜，希望林书豪返来台湾会当带动个人运动的风气。 伫美国出席的林书豪有美国公民的身份，因过伊的父母拢是自台湾移民美国，亦无放弃台湾籍。所以林书豪的老爸林建明在台北市议员张小平斗相共，伫7月底，互林书豪顺利摕到中华民国护照。那入籍中华民国一直是书豪的心愿，因为爸妈都是台湾人嘛。因为我跟我太太我们都是台湾出生的，本来就有中华民国护照。那去了美国之后。 有3个小孩，我们一直都想帮他们申请中华民国护照8月23就每满32岁林书豪是 NBA 史上第1位台下选手，即马有台湾的护照，未来就有机会就由规划定数代表中华队参加国际赛。因过林书豪去年去拍中国男篮职业队 CBA， 代表北京首钢以外援球员的身份出战。 今年签一遍，因过那是以港澳台内援球员的身份选择较多。那书豪他最近才完成那个 CBA 的season他回到美国，他已经讲了，就是说他这一切都会交给经纪人，他想要回去休息，让他恢复他的身体的状况。以后呢，有没有机会回来，完全是看小孩子的意愿，或者是有没有这个机会林建明讲，对国内哪协或者是台湾对国际法规拢无啥清楚，也关时间了解。林书豪捌公开讲，伫 CBA 拍球时的梦想，所以未来是毋是有可能替中华队拍国际赛，也是后一个赛季继续拍 CBA， 大家拢真注意。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乡亲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高雄市议员李美珍硕士论文涉嫌用抄的，中山大学昨昏讨论了后，确认这个论文用抄的无毋对，照规定撤销学位。李美珍表示，伊尊重学校的决定。《苹果日报》嘛针对198个不写硕士论文的政治人物做调查，发现有7个人论文甲别人的论文有高度相像的状况。来看《自由时报》，调查局最近侦办几夜件政府机关互海客入侵的案件，发现中国的海客把4间有接政府资讯服务的厂商当作跳板发动攻击，尚无有入侵10个政府机关。《苹果日报》是报讲，去年9月份甲咱断交的吉里巴斯传出中国驻吉里巴斯的大使，伫吉里巴斯访问的时，落飞行机竟然踏过30多个人的身躯，甲因当作人肉的地毯咧行。这相片一出来，全世界拢咧骂中国无人权。疫情指挥中心甲教育部昨昏是宣布讲，要开放高中以下无限国家的外国学生会使回来台湾读册啊，嘛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的学生。大学这部分，教育部是表示会互因分配来入境。好久以前，那么总统也很关心这个事啊，也是很特别指示，一定要让这些人能够来得及回来上学啊。真侪囡仔佮调伫咧国外，爸爸妈妈真着急。下晡就伫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一关锁门卡口，希望第一时间知影最新的消息。我的小孩什么时候回来？就这么简单而已。指挥官陈时中伫咧记者会宣布，从即马开始开放高中以下学校向教育部来申请，互每一个国家地区境外学生入境，其中嘛包括中国、香港、澳门这身份的学生。高级中学以下的学生。在我们这边的旧生跟新生都可以来入境，那人数大概是2532吧居家检疫要完成的时候，我们会全部做 PCR 的检验。陈时中表示，相关 PCR 核酸检验的费用呢由政府来负担。若是教育部统计，2000外高中以下境外学生当中，中国籍的学生有206个，若是中国籍的大专生，目前敢若开放本届的毕业生。当然还有一些高中以上这些大龄的还是没有办法回来，当然我希望说政府能够加紧脚步啊。因为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它的那一个开学就是要比较早，那另外的就是还是等接下来的跨部会的一个协调会议的一个情况。教育部表示，照延过航班状况甲签证许可的速度，预计未来逐工超过50个至100个境外学生入境。入境学生必须伫指挥中心提供的检疫所，还是防疫旅馆，或者是经过卫健单位检疫通过检疫场所，完成14天的居家检疫。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吹偏东风。这方面的恒春半岛会落雨，咱来看云图。今仔日中南部偏乌，会使有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是过昼了后有西北风。菲律宾东边海面上的热带扰动，若是变风台，是今年第8号的风台巴威。不过应该是袂影响咱台湾，只是爱细日有西南水汽会落雨。温度的方面，伫桃园、双北、金门，今仔日高温有36度。另外，因为吹偏东风，闪方面的中部空气品质无啥好，是柑仔色的急速。那日本是因为火山灰吹到咱台湾来，所以东部今仔日的空气品质嘛无啥好。咱台南昨昏发生几若摆的地震，拢是伫六甲区。专家是表示讲，无排除最近迄个所在附近会发生更较大的地震。画面熊熊一直咧显，边仔的人随甲手头的工课放咧。台南市19连续发生几下的地震，早起8点33甲41，小连续发生4.5甲4.2的地震，而且11点13分，佫发生规模4.7的地震。即几个发生地震的所在，拢伫咧六甲区。地震无啦，错一个就停啊。其中摇上大的是第3届的地震，互部分地区的台电变压器故障，造成停电。台电赶紧派人去修理。也若气象局表示，即个区域伫咧3点钟以来，连续发生规模4以上的地震，这毋是常在有的情形。这个地震的方圆15公里来看，我们从1990年的资料到现在，大概有将近30年的资料。那平均起来，大概每年就是一个规模4以上的地震。那今天发生了3个。学者指出，这个区域挖近6家的断层，下底有地震台等等，
虽然地动发生的频率真悬，不过规模爱6以上的并无多。我们刚才讲六角断层来讲，其实很浅，所以其实它底下还有一个断层带，上面这些山在压缩挤压的时候，它沿着这个面在跑，所以它底下会有一个这个滑脱面在那边，这个滑脱面经常会有地震，平均大概在规模3、4、5啦这附近这样。到下晡4点为止，台南6甲已经发生4届的地动，气象局预估未来这几天可能还会发生规模4以上的地动，除了爱密切观测以外，嘛提醒民众爱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南亚地区目前是雨季，上大雨嘛造成水崩山。伫印度孟加拉、尼泊尔已经有1300个人死亡，也有真侪人失踪。美国加州因为伤热火烧山，嘛继续在烧。大细细火点超过360个。风正透，和北加州的森林大火搁较无法度控制，真有名的葡萄酒产区真危险，几落栋面体被大火烧掉。敢若是旧金山园区的大火，烧掉的面积就超过半个台北市。火控制袂了，全加州超过360个起火点，大型野火有23件。另外，伫南亚正拄好是雨季。印度新德里的卫星城市古尔冈本来就正乱的交通问题，因为淹水更加严重。लगभग 125 से 130 mm वर्षा हुई है और यहाँ एक अंडरपास में जल भराव हो गया था उसकी पंपिंग मशीनरी लगवाकर उसकी निकासी के लिए प्रयासरत हैं और कोशिश करेंगे इसको हम आज में इसको मोटरेबल कर पाएं ताकि कल मॉर्निंग से जब ट्रैफिक शुरू हो तो इस पर ट्रैफिक सुचारू रूप से चले। 印度西南部的科罗拉地月中发生山崩，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0人。也有真侪人失去联络，也无结束的雨季已经造成847人死亡。印度边仔的孟加拉，全国有4成的面积拢淹水，超过600万人徛起被破坏，230人死亡。সবই তো কষ্ট, খাওয়াও কষ্ট, সব পেলেই কষ্ট আমার, রান্নাও কষ্ট, রান্না পারিনি। ছোটখাটো ই দিয়ে ঘুমাইতেছি, ছাপটা দিয়ে ঘুমাইতেছি, আর কষ্ট হয়, কারেন্ট নাই, নাই, কোনো সুযোগ সুবিধা নাই。伫北韩也做大水。顶礼拜，美国地壳北纬38度，根据卫星相片讲，北韩的大水危害到沿边的核子设施。领导人金正恩拒绝外国的援助。半岛电视台报道，大水已经淹掉4万公顷的农地，加超过16000栋的民体。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武汉肺炎，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233万例，死亡人数有78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目前加共是486例。中国的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有4000多例，日本超过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569万例，巴西超过340万例，印度超过276万例。还有最近疫情变较严重的秘鲁有54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是超过38万例，英国超过32万例。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滚加，其中无症头的感染者愈来愈多。另外，南韩阁传出有9回有群组感染，已经有623人确诊。新冠病毒疫情在国际拖甲愈来愈严重。WHO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确诊患者有超过2200多万人，有78万多人死亡。感染病毒的少年族群比例一直增加，和生活伫人口较济、医疗资源较无够的所在，会留大人甲病人感染几率增加。The epidemic is changing. People in their 20s, 30s, and 40s are increasingly driving its spread. Many are unaware they're infected with very mild symptoms or none at all. This can result in them unknowingly passing on the virus to others. 南韩18全国确诊297个人，连续6天病人拢增加超过100人，累计超过1000人。 이 가운데 사랑제일교회 관련 확진자가 140여 명으로 과반을 차지하고 있으며 이외에도 이와 연관된 교회와 직장 등 수도권과 다른 지역 여러 곳에서 감염이 확산되고 있습니다.
受到爱心第一教会群组感染623个人影响，首都首尔的病毒拖真紧，嘛开始出现唔是首都圈地区的传染。河南县政府下令关掉首尔甲附近地区的博物馆、夜店、卡拉 OK 甲酒吧，而且禁止室外100个人、室内50个人以上的聚会。同款伫东北亚的日本各地嘛一直爆出群组感染，台湾最近病院有40个人确诊，内容天理大学橄榄球社团累计53个人感染。日本传染病学会表示，日本国内当咧迎接第二波疫情。医术分析，当前病人有增加的状况，和全球死亡人数伫18创下16个人的纪录，是解禁了后的新冠。美国国际传染病学会主席坦比亚表示，有真侪证据显示，新冠病毒出现变异，这无一定是歹代志，因为大部分的病毒变异了后，都是数常会降低真济。新病毒虽然传染性较强，却较袂致命，嘛对于伫要研发成功的疫苗冲击无介大。记者来上整理报道。镜头来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风声讲，伊的身体无啥好，有出入病院。伊昨昏已经登去上班啦，伊嘛专工出面陪会讲，伊是为着保持健康，才去病院做健康检查，伊好势无代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9结束3天的休假，登去工作，对话说明伊身体状況。体調管理に万全を期すために、先般おとといですね、検査を受けました。これから再び仕事に復帰して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日本媒体报道，安倍往年拢利用有人喷节放暑假去山地关白庄休困。今年受疫情影响，3天的休假拢踮伫咧东京的徛家，在车去病院开7点半钟做健康检查。为着对抗疫情，安倍自今年1月开始，捌连续工作147天无休困，就让担心伊过劳影响健康。甚至有日本的杂志报道，安倍的健康出问题，伫首相官舍办公室讨回。官房长官曾义伟强调，健检是正早之前就办好，利用年假做追加检查。伊讲，伫疫情期间，安倍做总指挥，带领团队想法正强。不过，安倍健康状况可能会影响政权。日本媒体就报道，国会有伫咧传讲，安倍可能伫咧8月2日请辞，由副首相麻生太郎接代。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白俄罗斯总统大选了后，反政府的抗争无停过。即马流亡的反对派领袖讲，这个选举的结果无公平，所以呼吁欧洲的各国唔好承认这摆的选举结果。因过因的总统卢卡申科讲，伊已经伫西边的边界有军队入去进入备战的状态啊。美国总统川普讲，伊会找适当的时机，甲俄罗斯做伙来讨论白俄罗斯的问题。白俄罗斯总统大选了后，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潮，抗争的活动继续伫咧进行。总统卢卡申科面对即近26年以来上大的危机，伊指控反对派想要发动政变来抢权，而且嘛指控北约国家一合军队来逼伊平选，所以已经伫咧西方边界部署兵力来应应，军队进入备战状态。Во-первых, создали в стране некий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й штаб для передачи власти. Расцениваем однозначно. Это попытка захвата власти со всеми вытекающим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и. 白俄罗斯初稿举办大选了后，中选会宣布，即将26年的卢卡申科以80.01%派关掉票率，赢过掉票率敢若10%派反对派候选人蒂哈诺斯卡亚，全引起选举作弊质疑。反对派支持者上街路抗议，甲军警来发生冲突，几啊千人去轰掠，上无有2个人死亡。无人倒去立陶宛的蒂哈诺斯卡亚19呼吁后面唔通承认早期的选举结果。卢卡申科失去总统的正当性，家己是已经启动全国协调委员会来确保政权会当和平转移。Honourable leaders of Europe, I call on you to support the awakening of Belarus. I call on all countries to respect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I call to respect the sovereignty of Belarus and the choice of Belarusian people. It doesn't seem like it's too much democracy there in Belarus, but we are speaking to lots of people, and we'll be speaking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o Russia, and we'll be speaking to other people that are involved.卢卡申科顶日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廷已经同意，若是讲有需要，会当提供白俄罗斯军事的协助。美国总统川普18嘛表示，伊会伫咧适当的时机，甲俄罗斯来讨论白俄罗斯的问题。伊嘛认为讲，伫咧白俄罗斯的抗议，大部分拢若像是和平的进行。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两个上大的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甲日本民主党要合作过组一个新的政党。国民民主党嘛决定要解散政党，62个议员当中，大多数的人拢已经决定要加入新的政党。美国国反制港版国安法已经正式通知香港要停止甲香港的3项协议。另外，美国总统 Trump 是俄罗雷迪英是一个勇敢的人。英国的主流媒体《卫报》最近专访咱台湾立委林昌佐，伊讲伊是重金属的立委，嘛讲伊的乐团闪灵乐团已经成做台湾的文化大使。今头等下过来关心总统蔡英文昨昏参加民进党的中常会，针对高雄市长补选选赢，伊讲这是高雄人甲台湾人的胜利，嘛讲民进党会尽全力协助陈其迈。另外，中国解放军最近一直的军演，总统蔡英文讲，中国做这拢是无意义的代志。最近美军甲共军伫咧台海4科位啊一直有动作，嘛，互两岸的情势真紧张。中共解放军顶日宣布，伫咧台海南北两边实施大规模的军演。中国勇士阁警告，伫咧台湾岛顶悬的演习嘛，毋是无可能，恐吓的意思真重。蔡总统是回讲这无意义。我们对整体的军事的情势都有严密的监控，也有全程的掌控所以我们有信心会保护国家的安全请我们的民众放心。但是对于破坏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的任何行为，我们也相信，就是说国际社会是不会接受。蔡总统认为中国起步卡的行为，相信国际社会嘛未接受。另外，针对台湾甲索马利兰互设代表处，外交部的小编伫咧人面册写讲，这个牌仔就写台湾无记出来的字嘛，引起争议。虽然外交部强调讲尊重小编的创意，毋过蔡总统回应讲，中华民国绝对毋是记出来的字。那我在这里要郑重的说中华民国绝对不会是罪字那我们在做种种的外交，或者是做很多的国际的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华民国台湾带到国际上去。另外，高雄市长补选，陈其迈胜选，下礼拜一特别就任，嘛是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文就表示，这届高雄的选举是高雄人的胜利，嘛是台湾人的胜利。民进党会拼全力来协助，即马嘛传出讲，陈其迈有意思要来找交通部处长吴国才来做高雄市的副市长，敢是要向中央来招人。蔡总统是表示，无听人咧讲，嘛悄悄回讲，这是苏议长爱烦恼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今年正月，甲一件涉嫌多利集群的联合开发案送政风处。有风声讲，迄个时阵的副市长嘛，就是现任的监察委员陈景俊，嘛互送法办。陈景俊是表示讲，当时伊只是代理市长代理人，若阵有问题爱去问郭文哲，也毋过郭文哲讲，这是民进党内底小达，甲伊无关系。认出来，我真的吓一跳啊！我就是莫名其妙又被打了一记，真的是的。听讲，家己去互台北市长郭文哲移送政风处，8月份接做监察委员的陈景俊是感觉莫名其妙，还佫真不满讲是安怎无先甲问过。半年前吧，政风室有真的这个是问我这个事情，柯市长应该最了解的，而且这个也不是我督导业务的，他为什么会没有问过我，就把这个东西丢出去呢？我觉得这个太不厚道了，说实在的。这件代志是因为台北捷运信义安和站联合开发案，伫咧市长霍良斌的时代，有成品好建商爱负责开拓4科位仔的车路。不过郭文哲上任了后，2016年解除建商开路的义务。2019年11月份，互市议员质疑讲是要互建商有利头通闯。2020年1月份，郭文哲甲专案以背信罪移送政风处调查，传出迄当阵的副市长陈景俊嘛伫咧移送的名单内底。陈景俊法院讲，伊当阵只是职务代理人，质疑去互政治操作。那若郭文哲讲是民进党咧内斗。陈淑培市政总咨询要求我们移送他，这他们自己民进党里面。好啦。我相信可能有一些的政治操作，不过这个政治操作绝对不会是台北市政府，因为这个消息不是我们放的。1月份以上的内部案件，却伫7个月了后爆出来。这个时间点，拄好是民众党伫高雄市长补选失败了后，这个背后敢是有政治的动作，而且互外界推测讲，郭文哲是要透过这点来乌龙世道，甲批评的目标指向蔡政府。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李登辉7月30过身，李前总统的追思告别礼拜会伫9月19举行，总统蔡英文嘛去参加，而且会颁保养令、砍国旗，了后会带伫五指山的军人公墓。
前总统李登辉过身，则是完成纪念火化的仪式。总统府19下晡召开致送会议，由副总统赖清德主持，加上还有包括前副总统连战等等32个代表来进行讨论。会中确定尊重李登辉的宗教信仰，会伫咧9月19举办告别礼拜，地点建伫咧真理大学的大礼拜堂，嘛真欢喜李登辉的母校淡江中学。在9月19号的当天，蔡总统将亲自出席追思告别礼拜，颁发褒奖令，并且进行覆盖国旗的仪式。在追思告别礼拜之后，麒麟仪式发省炮21响，并绕行李前总统的母校淡江中学，进行最后的巡礼。根据了解，原本告别礼拜只要经伫甲李登辉关系正亲的淡江中学的礼堂，毋过因为场地受到限制，所以决定要刷去真理大学。但是伫咧淡江中学冒设对书会场做伙直播来提供民众悼念。另外，李登辉入土地点也确定，就是五指山军人公墓特分区10月7日举办奉安仪式，东港全国的港半旗。按照基督教礼拜的程序，比照国葬规格办理。10月7号当天，全国公务机关下半旗一天。奉安告别礼时，鸣藏香，以示对李前总统的尊崇。台湾社等等的本土社团19嘛举办记者会，呼吁政府完成李前总统的新冠，调建李登辉总统图书馆，保存李前总统任内施政相关文物，还有私人收藏的册。总统府嘛表示，后续会继续甲家属来沟通，这个做进一步的推动。记者综合报道。专门咧走日本专业理发加入行社受疫情影响，10月份公司要收起来啊。业者表示讲，咱阁继续管制边境无开放，安尼会有愈来愈侪间旅行社倒单。民社大肆再见消息，礼拜加旅行社向支持者感谢11年来的支持，因为疫情10月起暂停营业，观光局正式收到申请停业，早起派员去了解，总公司甲分公司大约是60位员工，拢已经开始依法行资遣的程序。都有照规定来跟劳动主管机关来做一个报备还有就是会有给员工一个谋职假都有照规定在办理。礼拜这旅行社专营日本深度旅游，过去定来制定企业奖励员工的高端团费无收，也做过真有名声。礼拜这旅行社对疫情开始拢无减薪，也无裁员，不过看到疫情也无进步，决定申请停业指挥。李丽小工业集团的嘉丽丽旅行社是计划新裁员100多人。观光局统计，今年1月到7月，全台已经有17间旅行社申请停业，26间解散，大约3000多人被减班，1900多人被资遣。那如果他的员工人数不是特别多，就会想办法撑到年底。如果他的员工是属于这个100人以上，一个月的基本款项费用就已经是1000万、2000万。业者分析，虽然观光局提前开放纾困3.0申请，不过业者无收入，每个月也要付员工6成薪水。未来一定要有中大型业者挡袂牢，希望政府除了纾困以外，赶紧规划出旅游泡泡国家，让业者用个规划准备。记者综合报道。那诚品册店顶半年已经关6间分店，昨嘛宣布讲后半年阁要关3间。册店是表示讲受疫情影响，这疫情互规个经济隆重改变，所以要趁机会来调整公司。平常时下晡，有袂少经过台北车头的民众，拢会行去 M 区坐稳地下街的诚品册店看册吹冷气。不过，这间诚品分店伫8月底就要收大咯。就有时候补习的时候比较早到，然后就会先过来这里逛逛。大概国中的时候就有了，对，已经大概可能有10年了。诚品伫咧官方网站公告，下半年会阁关3间分店。台北车头 M 区坐稳册店，因为空间上小，敢若有69平，所以甲合并去 K 区的暂停店。也若伫咧东湖哈拉影城1楼的册店，按算营业到10月底。另外，伫咧桃园的中立搜狗店，8月23就会休困。10月要关了，我怎么都不知道。他有宣布吗？其实来这边看书有一部分动力也是它旁边的餐厅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书店的话，也不会想来。回头看顶半年，诚品伫咧全台湾已经关6间分店，包括敦南店、麒麟店、台南安平、甲台东店等等。诚品表示，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所以顺即个势调整经营的方式。除了敦南店以外，剩的拢是规模较小，伫旧社区或者是百货公司内底的店面。你把比较不良的店关掉，然后再找一些租金比较低的，或者是地点比较好的，这样来做，这个才是能够永续经营。因为疫情，然后去找房子的话，那个租金大概可以降几次？以目前来讲，现在外面至少都是降
2成到4成。根据成品生活去年的财报，整体营收是53亿外，也是有比前一年较成长。当初定目标是要持续伫海内外扩展文化观光品牌甲文创通路。不过，即马册店一间一间收起来，陪伴民众活动的基地，嘛敢若会当留伫咧过去。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伫7月7日伫金门发现头一个无结节症，农委会是表示已经有20多天拢无新的病例啊，代表这疫情已经有控制掉咧。毋过金门的青牛啊，即马也是袂使入来台湾本岛。顶个月22号收到欧盟关键的牛结节症疫苗，隔天马上空运到金门来做。其实要替牛仔做疫苗挑战非常大，尤其真侪是饲伫野外，兽医师必须要提出各种工具来进行找钱。真侪人拢是受农委会定调，为本岛背来金门斗3工。长枪短剑的，我用那种来形容。刚刚大家有看到，那长的注射器，短的那个短的是肉搏战。金门伫7月10号正式出现台湾第一例牛结节症确诊病例，到8月18号已经捕杀215只牛，另外嘛已经有6342只牛完成注疫苗。农委会指出，为7月28号以后就无再出现发病的牛，20几天无新的病例，代表疫情应该是控制来，但今嘛阁需要观察，边境防疫的工作也袂当放松。虽然疫情是控制下来，可是那一个病毒可能还存在环境里面。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那个蚊虫、蜱虫蚊蝇的这个可能还有携带病原的这个可能性。农委会认为，这届1个月来控制疫情，是因为中央甲地方密切的合作。有关金门新鲜的牛肉，什么时阵会当恢复输去本岛，有关需要更较斟酌的评估才有答案。记者林俊丹信良台北报道。热天去海边啊，耍水、呛水味、呛水的时望海龟是违法的一项法咯。啊，毋过有一个11岁的囡仔去望海龟唔免罚，主要是因为14岁以下无受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8条的规范。海巡人员讲，囡仔唔捌代志会形容可坑的。一个查甫囡仔去呛水味，看到海龟未分尸变受过，伊毋是点点啊欣赏，颠倒是用手去拍伊的脚趾片。甲海龟搅扰的举动，去互其他潜水的业者看到，翕落来，向海巡人员举报。应该没有各位未满12岁之儿童，本队即依法告诫家长，并致电学校，请学校加强学童教育。这个搅扰海龟的事件发生伫咧18下晡3点外，伫屏东小琉球的美人洞，因为14岁以下无下用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若这个查甫囡仔敢若11岁，因为安尼敢若会当劝导甲通知监护人，并未有任何的处分。虽然14岁以下的囡仔无要采罚，不过大人就要注意。根据海巡署的统计，今年就有9位游客因为搅扰海龟，妨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函上，也搁要交6万块以上30万块以下的罚金。比如说我们人，你如果太靠近它，突然发现你的时候，就是会有所谓的惊扰的一个动作，可能会打扰到它原本，比如说它在吃饭啊，或者是在休息，甚至是比如说如果是繁殖季节有海龟要在那生蛋，都会因为受到惊吓而被打乱。搅扰海龟的事件真正在发生，海巡署表示，除了小琉球游客逐年增加以外，这几年来民众海洋保育的观念提升，嘛是原因之一。民众便若发现有人搅扰海龟的情形，都会随甲海巡人员举报。希望民众唔通因为好耍，就去干扰海洋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南投草屯滨林社区行销在地的农特产品，嘛甲大学合作，利用社区的生态资源开发食物链，这系文创的商品，要提升社区产业的价值。美丽泥布也有手工地壳，这拢是草屯滨南社区运用社区的食物开发出来文化创意商品，而且嘛透过 DIY 课程，和民众会当体验动手做的乐趣。带着这些的观光客的时候呢，去采集生叶，采集完生叶之后，他们来做拓览的方式。这种拓览的方式的时候呢，也给很多人去体验到一个生态环境的问题。观摩的一些的游客来我们都希望透过社区产业的一个推动，能够有这样一个实体店面，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社区有很多的产业跟一些的产品能够推展出去。南
南投县府鼓励社区以联合模式去人济景点办产业行销活动。第3年加入计划的边南社区，嘛串联更较侪社区整合资源，建立共同特色，带动地方发展。因为我觉得是非常的难得的哈，它这个生活空间的扩大，还有呢，我们99峰步道，还有那个周遭。另外呢，我们坪林本身就是一个很宁静的一个很好的环境，所以艺术村那个美术馆，他们都喜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自然的条件非常的好。除了成立实体店面，各社区嘛积极培育在地人才，配合大型活动，发展多元的销售通路。透过社区特色农产品，卖当感受到台湾这片土地的丰富物产以及在地的人情味。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大甲高工有2个身心障碍者新障学生，无因为身体的限制就放弃学习。一个正高做技能高，一个正高做胖，2个人去比赛拢有得奖。伊嘛希望把这好滋味分享给更较侪人。5岁10色的鸡卵糕顶头，拿的含粉红的玫瑰，有青叶甜头，色水看起来加真显目。远远看，这粒鸡卵糕那亲像是一个优雅的艺术品。这全是台中市大甲高工餐饮服务科学生钟欣怡伊的创作。蛋糕有用翻糖，然后还有杏仁糕，然后最困难的就是巧克力细工，因为它很容易融。钟欣怡虽然是身心障碍生，不过伊伫咧做鸡卵糕这方面真有研究。伊的拍拼，互伊伫咧第16届全国身心障碍者技能竞赛内底，鸡卵糕装塔类得到国手的资格，明年就要代表台湾去墨西哥比赛。家拄行好的胖胖出来，同款读大甲高工的学生洪敏婷，虽然是特殊教育学生，不过伊伫咧老师的带领之下，搁来练习对亚米粉、捏形体、到研发口味，伊拢真足甲研究。伊伫咧全国身心障碍者技能赛，伫咧面包类的制作项目摕到铜牌。有核桃乳酪的欧包。然后第2个就是我们做的爱心红曲，心里就是想说要再拼一点，看能不能得到更好的成绩。其实训练是有方法的，方法找对了以后，等于是入了门，相对的就会简单许多。人讲戏白顶一工，戏白卡就爱3档。洪敏婷和钟欣怡无受到身体限制，决心拍拼，未来要把这份好手艺分享给各国的人，创出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经济部已经正式预告讲，对9月初3开始，要禁止台湾厂商去代理也是经销中国影音平台。其中，台湾目前有厂商代理中国的影音平台爱基价，日后若准阁继续提供服务，会罚款上悬500万。韩国戏、中国戏，还有正版出的电影，看影片真厉害。两体爱奇艺伫咧台湾有超过300万的会员，不过9月初3以后，可能要面对防取消的命运。经济部正式预告，伫咧台湾地区做商业行为禁止4项的项目表，甲代理也是经销中国 OTT， 还有相关商业服务来日起禁止的范围。14天的预告期满了后，9月初3正式开始。台湾代理商 OTT 俱乐发声明告回应，强调讲也算是伫咧草案预告的阶段，还未实施，无哈多评论。伫咧草案预告期以来，也是照定数来表达意见。先韩文他们知道嘛，然后我会去做检查嘛，然后假使那个的话，就是要请他们陈述意见啊。那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那个86条这样子来查处啊，就是5至500万啊。不过学者认为讲，经济部明文禁止代理经销中国 OTT 的服务，敢若针对台湾的代理商，而且也是会当透过非中国地区伫咧海外找代理商，而且来说伺服器设置人来台湾，若是安尼，台湾的法规也是无通管。那我的代理业者，我如果就是在海外，我就是一个网络公司啊。对。那台湾的这个经济部就罚不到海外的公司。学者表示，若是未来爱奇艺这寡中国影音平台互取消，该换做海外的模式，消费者继续消费就会变做下境的交易。国内无代理商，后续若是有争议，可能要管会更较恶。记者综合报道。国发会每2档拢会根据上新的户口人数、出世甲死亡的资料来做未来50档的人口预测，嘛发现讲人口倒立这负成长会提早伫今年发生。
国发会18发出上新的人口推估报告，2020年底进前，台湾总人口估计有2357万人。不过根据无同生育水准假设，2070年的人口总数上悬达大概是1716万人，上低是1449万人，敢若剩2020年的61%到73%。2018年报告原来有估，2022年才会开始的人口负成长，提前到今年的发生。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所以今年的社会增加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负的，所以出生小于死亡，那所以造成我们总人口数减少的一个现象。除了人口提早进入负成长，台湾也将在2005年成做超高龄社会。2027年是因为虎年影响，18岁人口头一摆在20万人以下，到2028年青壮年人口占的比率就会在2%以下。而且2045年每2个青壮年就需要抚养一个老人。实际上，问过老人，民众普遍认为人口负成长是因为大家拢不爱死。从怀孕开始就是什么都要钱。如果你没有待在公家机关，你那些劳动福利都是一些空谈而已。高房价、低收入，造成他们可能不太愿意生小孩，或是说就生一个这样。不愿意生孩子的也很多，然后没有工作的也很多啊，没有经济的能力也很多啊。生育率低造成0岁到14岁因为人口下降，时机歹、经济无好、薪水低，还有养育成本悬，拢是民众无想要生的原因之一。政府恐惊爱对做面向来完善生育环境，并且对即要面临的超高龄社会做出因应，才有法度稳定民心甲社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囡仔愈生愈少，唔但影响人口的结构，嘛影响社会。一寡偏乡庄卡所在，亲像嘉义；一寡偏乡的国校啊，已经真侪档拢无1年仔的学生去读册啊。今仔日即摆就要带乡亲来看公司台的记者去庄卡看偏乡教育的困境。如果你是等待，有树荫，阁有微微啊风，伫遮学泡茶学生，大家拢是皇帝的师傅。这是嘉义梅山太和国小的第一个特色课程。他们的在地文化啦，然后必须得上，因为他们就是了解父母亲，就是工作辛苦，制茶流程。太和国小为800风灾当中开好，老师在意重点来打造精彩的课程。太和国小的老师真用心，3档以来申请40多项的计划，争取到700多万的经费，来增设软硬体设施。不过，却面对连续2档拢无新的学生入学的困境。校长表示，偏乡并无欠资源，欠的是囡仔。阮遮真正是去都市一礼拜就爱两点钟，基础设施拢阁无够，所以讲阮阁安怎发展特色，安怎积极办学。生活条件不方便啊，距离远，你讲要吸引外地的囡仔来读，真正足大的困难。全台亲像太和国小同款，强烈做是一道偏远的小学，总共有109间。伫咧囝生少和偏乡的人口流失的趋势之下，这学校大部分拢面对着无学生的问题。教育部对此吧作出回应。我们就有6个县市。12所的这个国小在偏远地区，他们是没有新生人数。偏远地区如果说单靠教育办得很好，就希望把这个地区兴盛起来，可能也没有办法单靠教育这一股的力量。那所以近期大家都在谈到这个地方创生。地方创新需要资源的整合。嘉义梅山偏乡的4间学校联合成立第三水教育资源中心，这是第一个设伫咧偏乡的教育资源中心。要安怎运用资源来发展学校的特色，是目前上重要的课题。希望囡仔大学，阮当然就希望的啦，要克服的条件是足庞杂的啦，嘿。但是阮无放弃这间学校，讲就安尼好走入历史。伫咧偏乡服务已经第13档的姜老师，就以长期的观察，提出无同款的思考。其实偏乡的囡仔会愈来愈少，毋是教育的问题，是规个产业可能已经到这个坎站，伊需要转型啊。安尼咱对后一代开始，透过教育，互因未来做社区才转型的重要的人。
安尼社区一旦若转型成功，因就有留落来理由，有留落来本钱。偏乡学校的问题，毋那是伫咧教育，是整体地方发展的大问题。老师引入各种公家私人的资源，都是望会当改变偏乡产业衰退、人气落空的命运，互偏乡不再是偏乡。记者尤伟珍、林慧婷、林坤明家己报道。今头来宜兰头城有民众自发性举办台语小主播的活动，对于实际采访到新闻的报送，拢互囡仔去体验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唔通看了无点，细汉囡仔拢真有办。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卓子成，今麦我伫头城含笑食堂。今麦为恁介绍的是咱的摄影棚。你无看唔到，这就是这顶小主播专用的点影屏。除了报新闻，就连外景主持嘛考验袂到。第三行是清朝时代鱼港附近的13间厝连做伙，所以有这个名。林水文对半年前开始办小主播的活动，嘛将影片放伫 FB 的专业顶面，除了互小朋友会当熟悉故乡，嘛希望报送上在地的头城新闻。伊感觉讲咱头城无家己在地这的新闻通啊看，所以希望讲咱家己来试看卖，咱做咱家己的在地头城的新闻来试看。一开始就是讲我若是用我家己来报安尼可能无啥物人要看，所以我就是讲咱来找囡仔来报。而且我该要求讲一定要用台语来讲，因为我们希望讲会使来推广咱的台语的这个文化。虽然小朋友讲台语定定夹着喙齿，但是负责监督发音的导性员工，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听有，而且看到的是真活泼的影片。我早是报电视的编剧，所以呢，我有学过咱讲的文读音，甲咱讲的白读音。因为咱有当时咱遮囡仔伊咧报这个新闻来讲的时阵吼。伊包括伊讲的发音的这个方式，就是有当时拢去夹着喙齿，尽量吼，咱报出来的这个物件，咱希望伊是活泼的，足古锥的，互大家看甲真欢喜安尼。虽然台语小主播即马才拄开始，但是报送以来，真侪家长甲乡亲拢真肯定，因嘛望未来会当愈行愈稳。除了将台语的风气带动起来，嘛要将头城上有人情味的故事推展出去。记者杨淑晴、张若水宜兰采访报道。镜头来黎巴嫩来关心黎巴嫩，因为贝鲁特大爆炸，全国即马是由头革面。就伫大爆炸迄个时阵，外口咧爆炸，产房内底有一个勇敢的妈妈，同一个时间生落来一个囡仔。这个囡仔是代表黎巴嫩的希望，嘛真正证明讲母亲甲医护人员的勇气甲伟大。黎巴嫩大爆炸是当地人的噩梦。对爱德蒙加伊曼努尔这对翁仔某来讲，这天是悲伤搁欢喜。August 4th is the birth of George. ما ننسى اللي صار. 乔治是因拄则出世的后生，虽是伊曼努尔拄好要生，才杀入去产房就听到爆炸的声音。爱德蒙用手机翕到爆炸迄当阵的情形，产房的窗仔门拢被震碎。一直听到人伫咧叫的声音，做产的护理师也不幸死亡。إذا بدك شفت الموت حسيت إنه معقول إنه خلص يعني كنت عم بتطلع على السقف على كل شيء نطيته بس ليوقع علينا ما كنت بعرف شو لازم أعمل بعدين لا قلت خلص جورج لازم يجي على الحياة لازم أكون كتير قوية ما لازم انهار 在慌乱中，伊曼努尔保持冷静。医护人员反应也真紧，随家己身躯顶的血液甲嘴部的清条，甲病床送到安全的所在。另外一组医护人员也来到三工。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and the sun was starting to set, so we knew that we had to get this don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with the use of people's phone lights, he came into the world. 爆炸停电无电火，伫暗光中迎接小性命。阿姨啊，身体真健康，你也是一个真好心无熟悉人，开车载去另外一间病院。أنا فكرنا حالنا جنينا بالآخر، بس نضحك نبكي وبنفس الوقت اللي حوالينا منأذيين خايفين على اللي حوالينا ومبسوطين ما بينوصف。一条囡仔出世迄当阵的过程，两个人心情真复杂。
做父母当然真欢喜，因过看到爆炸造成严重的死伤，佫真悲伤。这场灾难伫咧伊曼努尔生囡仔边造成17人死亡，几60人受伤，伊的大家也受重伤。因讲囡仔出事，都互因希望，感谢所有人会斗相共。囡仔出事是奇迹，会永远记住这一天。记者综合报道。南非格罗佛莱河内底有欧洲大鸭，是一款外来种的鱼仔，威胁当地生物的生存。为了保护当地物种，所以当地人开始掠这款鱼仔。无经过杀点到700当地人，尤其是武汉肺炎的期间，成做无收入的家庭正重要的食物来源。一礼拜有几啊天，这掠鱼的人透早赶伫日头出来进前到河边掠大鱼。这欧洲大鱼生活伫南非飞航大岛的格洛佛莱河当中是外来入侵物种，1800年代被违法放伫这，遭大量生态威胁其他本土物种的生存。We have a program where we eradicate common carp for the benefit of biodiversity here in the Vlei, in Groenvlei. And the second facet of the project is that the carp that we take out currently from the Vlei, we donate it to our local communities as part of food diet because fish is actually important source of protein. 原本只是单纯的生态保育计划，如今意外加出别的功能，就是饲饱附近的居民。2日来至今陆续53栋的大鱼，逐天平均饲饱250位民众，都亲像真济国家南非的旅游业因为疫情，互真济人一时之间拢无收入。Yeah, the fish is a relief. It's difficult during the lockdown for the children to get food and money is scarce. So what can we do? But we are thankful for the fish. 南非人道团体 Give of the Givers 甲政府保育组织合作，先互专家检查鱼肉是毋是安全，佮将鱼肉包装，交互需要民众。We did a lot of study and homework before we actually got to the point of where we are today. The fish itself, yes, needless to say, it's all good, very good for human consumption. The locals actually love it. 伫这非常时期，对一寡人来讲，发鱼肉都有真大帮助。南非央行预测，因为新冠病毒疫情，今年经济会减少7%，创下90年来上歹表现。记者综合报道。那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岛有全世界上侪食物的岛，计共有13000多种，其中有9000多种是其他所在拢无得看的，包括特有的兰花甲杜鹃花。想要看毋捌看过食物，就要去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岛。This island, this part is like a piece of paradise, piece of heaven just falling down to the earth. 新几内亚岛外澳洲，这个岛分别属有巴布亚纽几内亚甲印尼2个国家，是全世界上大热带岛屿，面积即个数格陵兰岛，而且是全世界食物种类上丰富的岛屿。包括澳洲皇家食物园在内56个机构、99位科学家合作，列出太平洋岛屿上所获食物，八个发表伫咧《自然》期刊。新几内亚以总数13634种食物排全世界岛屿第1名。Many orchids are endemic. Also, rhododendron. Rhododendron also it's very restricted, just i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s. 新几内亚的食物唔但种类丰富，而且有伊的特别性。岛上2/3大概9301种的食物，其他所在看无。食物的多样性程度这么悬，除了因为伊的面积正宽，也佮伊的地理位置正特别。The location is isolated from other part, especially from Australia. 因为甲世界隔离的地点，和新几内亚自然环境保存了正好。不过研究者也担心，若开始开发工业化了，美丽环境恐惊会消失。希望开发甲保育会当兼顾，唔当互这个天然的食物多干，因为发展而规牺牲。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日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吹偏东风，中南部偏乌，下早有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过到了后有西北风。另外，今日中部甲东部的空气品质无啥好，乡亲出门建议爱挂吹暗。再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
南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5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将真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秘书。虽然上班的时阵我拢穿黑的、甲白较济，不过我较介意迄灰巴里鸟的啦。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识字。识字汉字写作识字，罗马字写作思义识倒伊字，识第4条，字第7条。台语咧讲识字有2款构词方式，一款是伊本身是识字的名，像红的、黄的、青、空的、土的，这款构词方式袂伫识字的名后壁加识迄字，像红的袂讲红色。一款是摕物件的识字来做识字的名，亲像柑仔色、桥仔色、咖啡色、土色、鸟鼠色，拢会伫后壁加一个色，互人知影是咧讲识字。台语的语词内底有袂少拢甲识字有关系，像手骨弄甲乌青、好食的红菇粿，咧讲人生做坏恶、恐怖的青面獠牙等等。若是动物是物的名，有识字的搁较侪。动物像白灵狮、乌面腊杯、青猪仔。食物有黄豆、红芪、白木耳等等。俗语讲红水乌大斑，是咧形容人对识字的感受，感觉红的较水，乌的较大斑。较高贵，这句俗语有当时嘛会当用伫学老人的清采，好看有气质。搁有一句俗语讲：白白布染甲乌，本来是白布，硬互人染做乌的。这就亲像即阵伫网络足侪假的消息，互人一直传到尾啊，哪像真的共款，是一款雕工甲人伤害。害人防冤枉的行为，溜、识字、红的、柑仔色、黄的、青的、空的、桥仔色、红水乌大斑、白白布染甲乌。落尾我要讲一个味菜，互大家要看卖。红关公。白老鳖、乌张飞、走起味，
互你约一款果子，是啥物？就是有红的壳、白肉、黑的籽的奶汁啦。好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